好啦，今日咧就行大棠山嘅，咁就揸車去啦，直接去到大棠山入閘口嗰度嘅，免費泊車嘅呢度。但係千祈唔好假期嚟，我就基本上係避開紅日同假期，同埋避開繁忙嘅時間嚟嘅。咁你可以坐 van 仔或者巴士，不過可能應該係響山腳咯。除非遇啱紅葉季節咧，咁啊巴士同 van 仔都開上呢度嘅閘口嗰度嘅。咁呢度閘口行入去啦，其實行入大概1000米咁上下都有個公共洗手間啦。呢度先頭近先頭閘口未到閘口度都有嘅，其實呢度咧其實行大棠山係好舒服噶啦。平時好多人都嚟呢度散步嘅。你可以行隨個人鍾意，可以行一細段路咁當散下步都唔錯嘅，因為上到閘口度可以泊車啊嘛。咁我今日就4點鐘啦，4點鐘先嚟行嘅，比較晏啦，所以都行得絕路咯。其實好舒服㗎，條路又大又比較平坦。嗱，紅葉樹已經冇多啦，落晒咯，全部漆都綠油油個嫩葉出嚟啦。紅葉季節咧，全部係紅葉㗎啦。依家已經全部落晒，全部重新出咗嗰啲葉。呢度路口分叉路口咧，右邊係可以行去千島湖啦，係啦，右邊呢邊可以行去千島湖嘅。咁如果去千島湖，其實我都中意喺元朗大棠度上嘅，因為如果你喺掃管笏咧，係全程都斜路，係人好辛苦嘅。呢邊咧直行，左手邊咧直行去就都係紅葉啲路啦。紅葉季節咧係好犀利人喺呢度行嘅，所以反而我嚟睇紅葉嘅時候係冇影相嘅。我基本上每個月都嚟行1-2次啦，最少啦。所以我係揀今日先嚟拍片，紅葉季冇拍，實在太多人啦。呢度咧有條路仔可以行翻落到嗰啲村嘅，咁啊，但係我就冇揀啦，因為揸車嚟沿路翻轉啦。咁平時紅葉咧就好多人喺呢度打卡同埋影相啦。但係依家全部都春天出晒綠葉啦。咁我就行多一段路啦，差唔多去到越野踩單車嗰段路我就冇繼續行落去咯，因為已經都4點鐘先嚟，已經都5點幾，已經開始入黑啦。呢橛有少少斜，但係仲可以嘅，年紀大少少都可以行到嘅。對面全部係竹，好大一片嗰啲竹。
竹林啊，細細條啲竹林嚟嘅，其實好舒服嘅真係行，因為比較陰涼少少啦，兩邊都係樹，咁條路又大啦，呢度平時都睇到人喺度畫畫嘅。再前少少就冇行啦，越野落少少就係越野踩單車。